有人说，阿比西尼亚就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小精灵，但它却有一个古老的灵魂，深深植根在历史深处，因为它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传说。传说中，考古学家在埃及的某座法老墓中挖掘出一系列古埃及猫的木乃伊，其中一具血红色的猫咪神像被认为是阿比西尼亚的原型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已经无法从灭绝的古埃及猫身上提取 DNA 来和今天的阿比西尼亚猫做一个亲子鉴定了。但对我们的小阿比来说，伟大的传说没法当饭吃。想抵挡身体里最原始的饥饿感，光靠睡眠是远远不够的。我已经闻到香香的香味了，头发已经开始流哈喇子。慢工出细活儿。既然楼下的同伴已经开动了，弟弟也准备享用他的早点。很幸运，妈妈的奶水非常充足，喂2个孩子那是绰绰有余，所以丝毫不存在抢奶的压力。凡事慢一拍的姐姐完全不用着急。虽然视力还有所欠缺，但猫强大的嗅觉细胞能让它在50厘米开外就感觉到妈妈的存在。沿着鼻子指示的方向一定是不会错的。雷达是个优秀的新手妈妈，吃完饭她会给2个孩子进行身体按摩。对还没有自洁能力的小猫咪来说，妈妈的舔舐既能帮助它们顺利排便，又能刺激血液循环，促进毛皮生长。但在猫妈妈的本职工作之外，还有一个自称妈妈的人也非常忙碌。比如，她计划每周都给小猫来一次称重，观察它们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是否拥有健康的体格。但这可能是雷达最不喜欢的活动了。可能是姐姐比较强壮一点，而且是先生出来的那只就会比较偏爱姐姐。比如说出现危险的时候，它就会先叼姐姐离开，然后再去管弟弟。雷达真的会偏心吗？好像感觉到了什么。妈妈终究还是妈妈，虽然这个拯救有点潦草。